都是一种成熟。11点，狂妄的人有救，自卑的人没有救。认识自己，降服自己，改变自己，才能改变别人。12点，你不要一直不满人家，你应该一直检讨自己才对。不满人家，是苦了你自己。13点，一个人如果不能从内心去原谅别人，那他就永远不会心安理得。14点，心中装满着自己的看法与想法的人，永远听不见别人的心声。15点，毁灭人只要一句话，培植一个人却要1000句话。请你多口下留情，